大家啦，你开这间上教室的这是要创啥？我就是讲我是豆菜底，规班同学青的人骑青的马。你咧讲啥物马？安怎骑啊？这话若要讲透机，惊听人听甲耳孔牵伫对死，无咱归起来看一个广告较归去。豆菜底需学，关心你的台语袂单调，台语袂单调，就亲像你话带话语开口，或是呼音不时走纸，造成听的人头痛、耳孔痛，也是心肝抖痛。有这款情形，请敲免费电话0800豆菜底豆菜底0800豆菜底豆菜底。广告看煞，咱就问一下吼，这豆菜底到底是指啥货？就是人在讲的是扁食底，毋是豆菜底。不管是做戏的、学功夫的，也是一个人的身世有底伫的，就讲做是偏食底。半路大道船的，就号做豆菜底啦。